一透早都有真侪人客要来买生活用品，这是土库有100年历史的柑仔店。头家娘表示，真侪人客拢是熟识真久的老朋友，大家感情拢真好。我过来都捌你啊。虽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，不过因为头家年岁已经真大，加上囡仔无要换的意思，所以有可能会收店。少年啊，哪有咧接这嘛无效，接这即马都无法度栽培囡仔。老就无法度啊，这个就无够。这个存货真正少，无少货。豆豆哈。这间柑仔店会使讲是传承3代人的记忆和感情，即马有可能的收店，相信会互真侪乡亲拢真唔甘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